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，喺澳洲呢2年，好似慢慢喺度轉變緊。當一個社會開始唔再討論唔同嘅種族點樣共存，而係反覆去質問邊個先至係屬於呢一個地方，代表呢個社會已經進入一個恐懼主導決策嘅階段。以前澳洲多元文化係優點，而家開始被形容成潛在嘅風險。多元文化帶嚟嘅風險，雖然而家未正式被立法控制，但已經出現喺政策、新聞同埋你每日感受到嘅氣氛入面。如果你係華人，唔理你係澳洲公民、PR、留學生，定係諗緊嚟澳洲移民，你唔需要恐慌，但你一定要清楚，澳洲甚至呢個世界正在重新劃線。各位聽緊嘅係亂噏秘笈，歡迎大家留言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一個小小嘅頻道。成件事我哋要返去2025年8月，澳洲爆發全國性反移民示威，稱之為 March for Australia。喺悉尼、墨爾本、布里斯本等城市，示威者高叫停止大規模移民同我哋要返自己嘅社區嘅口號。澳洲民眾對移民政策嘅不滿已經唔係私下講，而係要走上街頭公開表態。值得留意嘅係，呢啲示威雖然係本土情緒推動，但理念上係受到全球右翼民族主義思潮嘅啟發。有啲同美國 MAGA 嘅核心思想相似，例如先保障本國人利益、反對大規模移民同強調國家安全同邊界等。喺2025年12月14號，悉尼邦迪海灘發生暴力慘劇。當日傍晚時分，喺 Archer Park 光明節嘅慶祝活動，2名槍手從橋上開槍，至少造成15人死亡、40幾人受傷。警方確認槍手係一對父子，父親 Sajid Akram， 印度出身，係澳洲永久居民，合法持槍。個仔叫 Naveed Akram， 係澳洲出身嘅公民，早年曾被情報部門留意。兩人事發前曾外遊菲律賓，真正動機仍由反恐部門調查中。警方之後將事件定性為恐怖襲擊。呢件事對澳洲人心理衝擊好大，因為長期以嚟，安全感一直係澳洲人最自豪嘅一部分。同一時間，學生簽證醜聞開始曝光，揭發大量來自印度、尼泊爾等南亞國家嘅申請人提交假學歷、假文件。原本只係行政監管嘅問題，但輿論慢慢將佢發酵到成為制度失效、邊界失守。再加上疫情後，移民數字急速反彈，房屋價格、醫療同交通壓力一齊上升，社會情緒就慢慢累積成焦慮。社會焦慮感嘅影響逐漸浮面，係民眾感受到生活壓力，對社會安全唔再有信心。當恐懼一出現，政治人物就開始利用呢種情緒。只要恐懼夠大，就總會有人企出嚟，用簡單、直接但極度危險嘅說話去煽風點火，去解釋同演繹所發生緊嘅問題。好似 One Nation 嘅韓真 Pauline Hanson 話，問題係源於政策漏洞，係政府冇投資基建，係移民太多。呢啲說話之所以咁有效去蠱惑人心，唔係因為佢正確，而係因為喺一個焦慮嘅社會，簡單答案永遠最易被接受。而喺呢啲情緒、恐懼逐漸累積，社會焦慮越嚟越明顯嘅情況之下， One Nation 同 Pauline Hanson 呢個機會主義者就真真正正將焦慮變成佢哋嘅政治資本，而唔係單純喺街頭叫口號。睇返2025年年尾， One Nation 嘅支持率開始一浪高過一浪。喺10月、11月嘅民調入面，佢哋支持率已經升到近年未見嘅水平。有調查顯示，佢哋嘅初選支持率飆升到接近18%至19%左右，甚至喺幾個民調入面一度同兩大黨，甚至超越自由黨嘅勢頭。Pauline Hanson 同佢嘅團隊喺訪問同公開演講裏面，成日重複幾個議題。第一，話現時澳洲移民數量太高，係造成房屋緊張、醫療負擔加重同通脹嘅根源。第二，佢哋強調要大幅削減移民配額，甚至要有零政移民政策，即係接納嘅新移民人數只係補返同等數目離開澳洲嘅人。第三，佢哋提出要更嚴格審查遣返違規者，例如提出遣返75000名被視為非法居留人士嘅建議。
Pauline Hanson 本人亦唔止一次將呢啲議題帶上國際舞台，例如佢2025年11月去到美國佛羅里達州嘅保守派行動會議 CPAC 講話，強調類似澳洲優先嘅理念，同時佢哋仲用一啲具挑釁性嘅示威動作去吸引注意，例如喺議會裏頭示威反對某啲政策，甚至因為抗議穿 burqa 全面罩頭巾而被議會停職。順帶講解一下乜嘢係 burqa。burqa 係穆斯林文化同宗教服飾之一，通常係包住全身同頭部，面上面只係留眼睛位置。Hanson 同 One Nation 將佢作為議題示威，主要係講公共安全同同化嘅話題，但現實上影響最直接嘅係穆斯林社群，尤其係穿戴 burqa 嘅女性。One Nation 嘅政治信息其實係利用少數族裔嘅文化符號去煽動焦慮，將安全同外來文化連結，但唔係真係針對安全風險，而只係一啲象徵性嘅議題。呢啲策略背後其實係一種好古老但有效嘅政治模式，將一啲複雜嘅社會問題，例如房屋、經濟、治安等，簡化成一個對準移民嘅標靶，然後不停重複，就可以吸引到有類似焦慮嘅選民。結果就係，民調顯示越嚟越多人都覺得移民太多，有超過60%至70%嘅受訪者支持暫停或減少移民數目。有人仲支持更嚴格嘅簽證背景審查，而 One Nation 就係喺呢種社會氛圍下，由一個小黨慢慢成為一個真正有票倉、有議題、有能量嘅政黨。講返呢股趨勢對喺澳洲生活嘅華人同其他移民社群有啲咩影響？講到政策層面，如果 One Nation 真係喺下屆國會取得關鍵少數席位 （balance of power）， 政策會出現明顯偏右傾向。舉例講，簽證同入籍限制會收緊。One Nation 提過要延長入籍等待期，增加英文考核難度，甚至針對部分不符合價值觀國家嘅申請人進行更嚴格審查。對華人嚟講，學生簽證、技術移民、家庭團聚都有可能面對更多審查同延誤，社會歧視同排外情緒亦會升高。Pauline Hanson 同佢嘅支持者不斷將移民、少數族裔同社會問題掛鈎，即使佢哋口頭話係針對非法移民，實際上亞裔、華人面孔喺街頭、職場甚至學校都可能面對更多嘅言語攻擊或偏見。burqa 事件就係一個象徵，顯示少數族裔文化會被政治化，成為社會焦慮嘅焦點。就業同工作環境方面，焦慮情緒一旦蔓延，可能造成非正式歧視。部分行業或職位會優先聘用本地出生嘅澳洲人，而移民要爭取平等機會會更加辛苦。加上房價、醫療、教育資源嘅壓力，對普通華人家庭嘅生活成本同生活質素都會有直接影響。總括而言，澳洲依然係可以生活嘅地方，醫療、教育、基建都健全。對亞裔移民嚟講，環境確實唔同以前咁超，但最緊要嘅係做好知識準備同保持警覺心，了解簽證、入籍、房產同工作規定，係維持生活質素同安全感嘅重要保障。咁樣你依然可以安全、穩定同有質素咁喺澳洲生活。澳洲係法治國家，移民同公民都有法律保障，例如平等權利、反歧視、勞工保障、教育同醫療服務等。即使政治氣氛收緊，我哋嘅基本人身安全同受法律保護嘅權利仍然有效。喺澳洲生活嘅移民朋友要撐住同加油啊！各位聽緊嘅係亂噏秘笈，歡迎大家留言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一個小小嘅頻道。下次再同你亂噏過，拜拜。